好，来继续来看印度变种病毒侵入到屏东的房山甲房寮，县政府全力防堵病毒。这礼拜是关键期，因为房寮的果农甲房山的确诊者拢去过房寮病院，但是也是找无果农翁仔某的感染源，所以房寮病院也是暂停问急诊来进行着环境的检测。啊，这个周边的地区嘛来成立着3个体检站，扩大来体检。 房寮病院外口拢无人，门诊急诊已经关第4天，就惊会变做疫情生团中心。冇去过房寮病院的民众赶紧到体检站体检。我现在验好啊，我7点就来啊咧。 一透早就来排队体检的结果，愈早知影就愈早放心。毕竟房寮果农和房山的确诊者拢捌去过房寮病院，不过还未找到果农翁仔某的感染源。县府搁伫房寮设3个体检站，扩大体检。房寮3个社区筛检站，截至昨天为止，共筛检了4698件。那目前还剩下325件还在检验当中，其他的 PCR 都已经检验为阴性。那在筛检站的部分，原本是今天下午5点会结束，那后来县政府这边决定明天再加开1天。 屏东房山房寮的群聚案到今已经有15个人确诊，其中12个人拢是印度的变异株，阁有3个人也无法度确定敢是共一种病毒。县府嘛唔敢大意，除了房寮病院全面大清消，要对环境进行检测。7月初2嘛要开始进行第2摆大规模来注疫苗，要来防止病毒继续生团。